这个性感的嫌犯有攻击性，4天前为家人的病院逃走了后，就予北部地区的民众人心惊惶。家人市长谢国良嘛承认了，讲这病院通报的速度慢4点钟至5点钟，才会致使警方过滤监视器总是慢半拍。明明人已经伫咧新北市，拍走了，但是警方锁定的地点也是伫咧家人市区。19号就逃走了，是一直到21号才通报到新北市来斗掠人。谢国良佫讲，因为家人大部分的监视器拢真牢固，所以希望民众若是主动愿意来装这个监视器，市府会补助3500块。但是这个话一讲出，议员批评讲是咧杀责任。青瓜头挂嘴暗，这是生间的嫌犯19号下晡倒位病院走出来的画面。家人警方隔一天调着监视器，锁定市区来追查，验过一人早就走到上北市。责任未遂嫌犯有攻击性，锁伫外口乱扫。这时间，外界质疑家人警方动作伤慢，一直到昨日才通报上北警察斗掠嫌犯。那我觉得在社会沟通的方面呢，他们感觉做的并不是那么的及时，可是他们是很努力，希望能够把人犯尽快抓到。医院的通报有速度缓慢的问题。替警察讲话，因已经尽力掠人。也承认病院通报有去查到错失掠人的时机，严格也表示讲警方的资讯无透明，更加是批评讲是监视器受少。这些监视器的一个更加的妥善，不论是从警方的建制或者是民间的补助，讲是海区的监视器受少，或者是牢固未用节阻碍办案的进度，推出补助方案，鼓励民众换新，说服议员听袂落。凸显医院端在通报及管理上面的严重疏失以外，更让广大的市民朋友对于警察局相关的一个办案效率产生了非常大的不满。议员批评讲，家人市会管理正歹，警察局和卫生局陆村包病院管理失职，应该爱全部来检讨。市长谢国良不应该推卸责任，加在这摆杀人未遂嫌犯走出来，无去伤害到别人，若无效果，送目担袂起。Hello， 我是主播王韵竹。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